呢個就係貴城板塊江西好閪正改善好閪柒嘅項目——中海錦城國際花園。低水咁多嘅總價就可以讀到呢個燈湖系列嘅書包，令到各位少爺小姐從小可以喺一個無憂無慮嘅童年成長。嗱，就係呢度。作為成個金融高新區最低上車門檻嘅項目，佢呢度嘅兩房真係好閪受歡迎。小區亦都係成個板塊最靚，仲可以享受埋同隔離富人區同一個濱江公園。每次帶你班閪佬過嚟睇呢度啲兩房，都好似外母見女婿，口水嗲嗲低。但係佢嘅改善三房戶型，89方得一個屎坑就算啦，連104方都係一個屎坑。次次帶啲閪佬過嚟睇完，就好似星星打飛機咁玩撚完。小區又大又靚嘅代價係因為呢度有44棟樓去組成，樓下人流同電梯嘅密集程度，每日高峰期就好似演唱會揾位停車咁。而樓下人流咁大，周邊嘅商鋪有部分依然無人問津，同埋呢度嘅業主佢要掛牌賣，稍為價高啲，成年都唔會有人睇一次你間屋。呢度係佢小區，大堂、電梯、門口，89方嘅入正面積，一個屎坑就算，再配合埋呢個2.8米開間、識轉彎嘅飯廳，你話係咪真係玩撚完？成個戶型最攞得出手嘅就係呢個廚房，佢仲會搭埋一個生活陽台俾你。不過你整靚呢啲房好過你仆街。呢間屋冇電，我就唔俾入去啦。雖然呢個屎坑佢都算係夠大，但係作為老粉，你哋應該都知道，得一個屎坑，就算你40方咁大，你都唔會合格。雖然呢度嘅陽台真係好閪細，但係好彩佢外邊兩條大路都好閪嘈。今日嚟拍之前，個業主同我講呢度可以望江，屌你老味，連中介佬都呃。果然3間房都望大路又望江。客房個空間都還可以，但係當我睇到呢間房，我就知道錦城同環宇城真係同一個老母生。一個屎坑嘅主人房，唔撚想講，係咁先。總結一句，雖然呢個冇地鐵，戶型都好閪柒，170萬都唔使嘅總價，如果有能力加啲，都盡量唔好買呢一排。不過佢嘅小區加書包，真係睇一個鍾意一個。唔知喺小區同戶型之間，你哋會點樣選擇呢？又係激情嘅一日。